那后学就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是不是谁愿来先分享？组长可以吗？艺名组长。可以。点传师领任、副领任，有听到声音吗？有。还有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哦。那现在就换后学来分享哈，因为这一篇很白话哈，也是在提点我们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以身试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心跟念那个心跟行是不是都合乎在这个道里头你若是都是在这260中都在道中道中不是说只为道场，而是说我们的心都是真主人在做主的话我们自然所行为所显现出来的显示出来的都是一个道就在里面。我们就在看那个《金刚经》的第1章那个佛陀因为呢人还是一样要吃嘛所以他要出去乞食，然后回来还是要吃饭还是呢，然后呢吃饭之后呢还是要洗钵洗足，然后呢再来就是静修，所以夫坐而坐这当中这把日常的这个道里头都把它显示在那里，他也都没有说什么，然后看懂的就自然就看懂所以就说以身试道，我们修行当中，我们把我们所学所知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自然怎样子叫做什么？以身就是身教啦，身教重于言教啦。你说了一堆，孩子们身边的人不见得就你说的头头是道，讲的那个很精深很微妙，但是你做不到的话人家也是等于零。但是你能够把这个道落实，然后呢你就是不讲，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啦所以这是他的那个标题里面就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然后呢做得到当中，做它的内容里头他就有说了我们累积的那内外功当中我们最难修的，我们都说也是最简单的，改脾气去毛病嘛所以就说修道4门功课里面当中一个活品德活这一些然后这个活真的是每个人的燃点不一样有的人稍微听得不顺心就发爆，但是有的人怎么样子好像都无所谓但是有一个底线，每个人就说我有一个底线，那个底线就是一个燃点所以老师就说我们这个活我们需要去怎样子要练不可以就是涵养，需要去涵养，不然的话有时候然后在什么样的时候可以看出你的活的深度，你的燃点就是说你身边的人事物当中，常常在身边的人其实也都是我们的贵人嘛不管顺跟逆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来个一句不中听的，或者说哪一件事情让你看不过去的，然后你的燃点低的话就发爆了嘛，就破功了若是你的涵养比较好的话，那底线就比较深，就不容易破功，但是还是要涵养因为呢当你一破功的话，就是一生气你产生的那个无明，就是火烧功德林你再做的再多以前所做的种种的努力又化为一片乌有，就需要再从头再来
哦，而且呢，当你生气的时候，哦，那个能量很快就丧失，所以就会觉得很累，哦，所以是一种损了自己，然后又不利于他人啦，所以生气的时候，人家才会说，吵架的时候，都没有一句好话啦，凶吗？很无话，安尼就对啦，而且那个情绪的管理不好的话，到最后都会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后悔。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常看到啊，不是有那个煮面的吗？两个夫妻吵架，结果把孩子丢到那个滚水里头嘛，事后再来后悔啊，就来不及了，所以就说我们也是一样啊，当吵架吵到最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手足呢，整个就都是，会就是变成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啦，所以就是后悔，因为或许小时候也会看到说，村子里面啊，然后办喜事啊，就全村大家都会去吃饭啊什么的啊，都去吃喜酒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些人就酒品也很差，喝了酒然后就会吵架就吵到最后的时候七就也会变成不和睦啊，就从此不往来啊。所以就是说在一个无名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那一种负能量还有那一种真的是我们需要，真的就是这个火真的很需要去涵养它啦不然的话事后我们也常常呢发报了之后才会什么事后去叩头啊，求老师释罪啦，什么忏悔啊其实我们还知道反省的话还好，若不知道反省的话还自以为是，那就更要不得所以我们要常常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感恩一切不管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事物，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贵人不管好的坏的，我们都是抱着感恩，不好的也是我们的增上缘，也是让我们成长抱着感恩的心，然后去包容一切，因为你忍辱了，你能够忍辱才能负重你要成道的基本条件也得需要这样子所以你的涵养功夫，你的包容功夫有到哪里所以要善待身边的所有的有缘人不论顺跟逆包容涵养心量有容乃大而且我们就是说这一些理论我们是要去付诸实行就是行身去行正，因为我们在行身行正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去产生这个智慧，这个胸襟气度格局。因为你在行政当中其实是真正的你才能够遇到，当你遇到了之后你才会有感受，你才会知道说如何去取得平衡。比如说大家最浅显最容易懂的就是一个孝顺一个孝字大家都很有孝心，但是你能够做到一个顺吗？这个顺真的很难，因为理解还有价值观的不一样，所以呢还有时代背景的不一样，你要能够做到都完全顺着父母的意那真的很难呢。但是呢你要如何去取得说让他也高兴，然后你照顾的人或者说你也可以高兴，能够产生到一个平衡的能够皆大欢喜所以这就是智慧了所以就是在你在做当中你就会知道，然后就会去调整，这就是一个行身嘛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心性的涵养上也是一样时时的回观反照然后呢反省，然后我们就知道自己调整然后这当中我们去实证当中你会得到，你会认识到，就是说你会体悟到那个实相，你才会办法说放下所以呢体悟到说我们能够理解到说五照见，你去关照自心我们修行嘛就是要常常自己关照
你才有办法照见这个受想行识都是皆空嘛，五蕴皆空。因为呢，一切呢，我们说修道修心，所以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我们的这一个心而这个心呢你的起伏，你的这个心是不是很清明还是说用一种凡心血心去看待事情，还是用一种真人的那一种天心来看待那自然就会不一样就对了。所以我们要能够自心，若是起了烦恼，起了怨愤，起了很多的不平那表示自己已经有无明了。所以自己就要知道赶快自觉，自己要赶快转念然后放下它，你才有办法真的清净才能够真正的可以度苦厄啦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修行当中一定要关照你关照当中你照见了，你自己才会知道知道去行深当中然后才能够自在。我们自己心能够自在，那就是自在菩萨嘛。我们自身就是佛啊，所以就可以是自在菩萨。你的心你都没办法自在，你还在那边有一堆的恐怖啦还有一些的那个自己就产生一些颠倒梦想，那你就没办法自在。所以我们就心能够自在，我们的那个才有办法真的达到，就是观自在菩萨，就是要去关照还要去行深真正的去行去做当中你领悟到了，你也才会知道产生你自己的大智慧大格局这是后学的今晚的心得，谢谢。感谢立敏组长跟我们分享今天老师的直信以身试道。那当然在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组长跟我们提到的因为我们心也好身也好都要能够合乎在道。那我们其实260中都在修道，那修道不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要做你应该做的就是道，并不是来佛堂听2个小时的道理便是道了。所以我们老生跟我们慈悲，我跟你笑你跟我笑，你客气我也跟你客气，很容易吗？我们在外面在公司在职场我们做得到吗？好像怪怪的所以我们道是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学道当中是在日常生活之间，那日常中就有道了。所以我们做人处事时时刻刻要合乎道，我就是在学习。那学道的过程当中，你既然代表了道，就要把它带出来，你走到哪里哪里就让人家感觉到有道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够杞人忧天，我们不能庸人自扰。其实这在修行的一个火候当中是有待我们大家互相努力接下来我们请实力浅显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内容。好，谢谢副领任。那点传师、领任、副领任，各位浅显大家晚安。那就或许现在就来分享我们今天老师的词训，以身试道。或许就在讲说，或许以前都会看到很多的浅显他们真的是修持的很好。那不是说他们做的那种行为，就是当下当他们站出来的时候那种一言一行，或许你不曾跟他们相处过，或者是说只是短暂的这样子照个面或是说擦身而过，但是你就可以很能够感受到说这个人修了就好
虽然说他相处的不是很久，但是呢，这些前辈者、这些前贤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哇，这个人很有道气。那我在想说，我们都很能够感受到说这些前辈者他们的那种道气就展现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感受到？我觉得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步履，或者是说他们的那种行为，是让我们觉得说不急不慢，就是有一定的步骤，不会说让我们觉得很急躁，或者是说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情绪是有起伏的，他们就是很安安稳稳的。平平静静的，就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很有道气。那我在想说，这个就是说，或许也在想说，这个就是他们其实平常就本身就是以身试道，让自己在260中的当下，就是如不会说因为任何的事情有所波动，让情绪上产生了一些起伏。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让人家感受到很有道气。修持的很好，那这个也在的让后学知道说，哦，原来真的以身试道，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后学也在想说，后学最近什么时候发的脾气？为什么发脾气？后学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后学自己就在想，好像。或许觉得好像最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那有时候后学就是上班的时候啊，其实后学都会很警觉。如果说在对待病人的时候，如果后学的口气差一点，后学就会知道说啊，不行，我今天情绪好像不对了哦，我自己要警惕一下哦，赶快自己把自己急躁的那份心再赶快压了下来，让自己呢尽量不要说情绪起伏太大，因为这个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身，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不仅自己的修为破功，相对的别人也会认为说，啊，你一个在道场学习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起伏呢？所以后学一直就是会很警惕的去观察自己情绪的起伏。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很实时的去注意到自己情绪的波动，相对的我们会让我们这个火气爆发出来的那种状况就会少了很多，因为我们自身就会有所警惕。这个是后学在日常的生活当下，后学会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警觉，自己觉得自己情绪起伏的时候，赶快安住自己的这一颗心。那在后学也会觉得说，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面对很多各种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纵然我们很想要和平的跟人家相处，但是别人未必会是这样子的对待我们。那后学也一直秉持的说，不管我们面对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事物，这个就是我们的助缘，他们都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当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警觉嘛，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惕。那我们因为什么样的事件，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自己情绪会有所波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自身去观察，然后从这个部分去着手，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我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好像对这方面太执着了，我好像太在意了，那我是不是要自己去纠正，去改善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些着相，或者是说
让自己起伏的这些原因，然后慢慢的去修正自己，去包容它，去转个念，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看待它，而不要说太主观的以自己自身的一些想法呢，或者是说观念呢，去评价它这样子。我觉得说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包容。那后学也觉得说，老师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啊，其实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去遇到，而且当我们发完脾气之后，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安奈安内，但给人一个破功啊，那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件事情让自己去情绪起伏这么大？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让自己过得这么不快乐？我觉得说慢慢，其实要说一步达到很亲近，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自己的问题点，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慢慢，我们有这份的自觉，就像刚刚那个二姐讲的，那就表示我们还有救啊。因为咱知影咱家己有病，咱就是要用这方面去医啊。咱家己知影医治，那就表示还有救。最怕的是说你沉迷在里面，你根本不自觉，你根本不知道说自己这样子是错的，根本就不知道说自己需要做这方面的修正，那就真的是没有回头路。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可惜的。那我觉得说我们在道场里面自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自己学习的一个功课啦。那这个也是对我们在修行的这条道路上面来讲的话，是真的必须要去具备的。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去反省，我们才能够做修正。那自己修正了，不管说多或少，毕竟你去修了，那你才有反正的机会。如果你自己都不去修正自己，那自己怎么可能会进步呢？那你没有进步的话，你就是在原地啊。那你如果说一直都在原地，你没有做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枉费了我们走了这条修行的路。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进步的话，那也枉费我们这一辈子来了这么一遭。那这是后学的一个想法。那后学要跟各位贤贤再分享一个，其实那算是一个笑话，因为前几天后学的同事跟后学分享的一个笑话，他就说，如果我们把脏话都讲出来的话，那我们的心才是干净的。如果说我们把脏话呢都不讲出来，都放在心里面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变脏了。那后学这是一个笑话啦，后学当下也是笑出来。然后呢，后学就在想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产生这个脏话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心是干净的，我们的思想